多谢卫生，咱嘛期待讲有好消息。讲到花莲的大地动过了后，伫桃园有4栋危险的老建筑被搭上红单，特别讲这间厝出来暂时袂当住人。其中一栋伫桃园中立7层楼高的大楼，这个1楼这个条啊，拢都出现拍斜的形，这个必损。目前大楼内底有48名这个住户，拢已经被紧急安置。1楼超市嘛暂停营业。市政府讲会推出这个房屋的设计图，确定这个大楼安全无问题，对好住户。 搬登去住。超市的条啊出现 X 型的壁损，伫咧架骹嘛有真侪碎片，顶半边嘛有红门土落落来。哇！受到花莲地动影响，桃园有4栋危老建筑红大红单，代表暂时无法度大，需要重建也是补强。这个条啊就伫咧桃园中立一栋7层楼高的大楼，嘛是红大红单的其中一栋。大楼拢总住16户48人，即马拢互安置伫咧旅馆，也是亲戚朋友引导。 啊，若伫咧1楼的超市嘛，无法度做生理，店内满满的存货，敢若会当想办法处理掉。损失啊，损失太可观了。那它整个店要处理掉，就是加我们平常的营业，大概是损失那几百万起跳。桃园市长张善政嘛到现场看卖，嘛质疑通常 X 型的壁损，敢若会伫咧壁面出现，条啊若是歹去，拢是更紧避开，就爱调设计图才知影是毋是地动功能受影响。裂缝看进去啊。 没有看到钢筋，这个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所以这栋楼啊，看起来它这个损坏情况跟一般常见的这种地震的这种住址的损坏情况是不太一样。张善政嘛讲，目前安置伫咧外口的住户，若是确认大楼无结构安全的问题，就会当搬转来；若无，就要请专家来判断是毋是会当补强，也是规栋拆除重建。 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